阿根廷對住佛得角屬於32強嘅賽事嚟㗎啦。咁啊，佛得角之前呢3場都和晒啦，阿根廷嘅3場都贏晒，仲要美斯喺上半場就已經為阿根廷先開紀錄。咁啊，美斯咧就連續叫做8場嘅世界盃決賽周比賽咧都可以揾到入波啊！咁啊，並且咧將呢一個世界盃決賽周嘅入波數字推到去20球。領先1-0嘅阿根廷當然希望可以將比數拉開啦。咁但係門將方面嘅和仙拿連番嘅撲救，亦都阻擋咗好多對方嘅埋門啊！碧咸夫婦都有嚟睇波啦。呢場比賽都好多阿根廷嘅名宿咧有入場去支持佢哋嘅。咁啊，佛得角咧就其實幾積極去做防守啦，然後偶爾揾下啲反擊機會。咁啊，結果去到58分鐘呢一個令全場歡天喜地嘅入球啊！咁啊，出現喺下半場嘅時間啊，嚟自我哋嘅中場迪內杜亞迪追成1-1。追成1-1平手之後咧，阿根廷嘗試有啲變動啦嚇，咁但係主要都係靠美斯喎嚇。呢一個嘅單刀機會，門將和仙拿犀利啊！真係將呢一個波救到之餘咧，跟手另一次嘅罰球機會都照救到啊！呢個罰球咧救得更加關鍵啊！其實整場比賽本身咧，阿根廷都係閒住踢，好似即係踢緊啲熱身賽咁樣嘅。咁但係追和1-1之後咧，令到咧佢哋就要加把勁啦。咁但係呢球波咧諗住搞掂啦，但係最終過唔到盧比斯。然後一個嘅罰球咧，又係美斯啦嚇。呢場比賽如果話論山多嘅攻勢嚟講咧，其實阿根廷唔係做到太鋭利，反而一啲罰球啊、角球、死球揾到機會。咁呢度咧就結果90分鐘，雙方踢成1-1，要打加時噃。加時就係佢啦，利申道馬天尼斯為阿根廷咧燃點咗嗰個晉級嘅希望。用希望嚟形容啊！呢場比賽咧去到後段都真係不為過，因為阿根廷都係真係苦戰底下咧，先至能夠入到呢一球波啊！憑住佢哋嘅中堅球員利申道馬天尼斯。關鍵在於咧就係中間達拉費高後入替嘅左閘球員參與個進攻嘅時候咧就佢冇越位啊！之後咧去到上半場嘅尾段呢下亦都要留意喎，一級一套世界波啊！見到呢啲咧就盧比斯卡比拉奧啊！哇！真係佢自己入咗波之後都估唔到呢個波係咁精彩啊！左腳球員右腳入波，諗住有機會去射12碼啦，不過美斯嘅靚傳送，後邊基斯頓羅美路嘅頭槌一頂，雖然收尾改變方向入球冇計佢啦，咁但係佢都係入球功臣，最終阿根廷3-2擊敗佛得角。跟住第2度落後再追平。但係冇辦法啦，最終真係對方一個角球機會。呢日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咁去睇啦。